呢間房係二龍山嚟講最平嘅一間4房啦，92萬就可以攞低呢一間東南向嘅4房2廳2衛，130平方嘅，而且嚟講仲係全新裝修嘅奶油風格啊！呢一間房嘅話呢，設計得比較輕車風，亦都係比較奶油風格嘅，所以嚟講，而只喺價錢上邊咧就有住好大嘅吸引同埋讓利啦。簡簡單單嘅裝修，舒舒服服入嚟嘅話，我哋只需要添置自己中意嘅家私電器就可以啦。而且咧呢間房咧係業主請咗中山上邊嘅裝修公司嚟裝嘅，亦都係裝修得比較唔錯嘅呢一間房。如果話我哋想喺呢度揾一間平平地嘅4房，又想話整拎包就可以入住嘅話，你不妨嚟睇呢一間房啦。92萬，首期嘅話10萬蚊就可以買低呢一個全新嘅4房2廳2衛嘅。咁呢一間房更多詳細嘅情況，我哋再傾。總價嘅話92萬就可以攞低呢間4房2廳2衛。全新嘅原木奶油風格，清清爽爽，簡簡單單。咁啊，電梯7樓呢間房更多詳細嘅情況，或者你想了解佢更低嘅價格折扣嘅話，你就嚟聯繫大方了解詳情啦。